叶红影。是的，你也看得见，如今的红影已丧失了记忆，他的言行举止就好像是个6、7岁的小孩。不可能啊！这绝对不可能！事实摆在眼前，难道阁下还不相信老夫所言？方才老夫看见阁下右手虎口长了后茧，想必是一位用剑的高手。如今红影已丧失了武功，你就算与他比武胜出，恐怕也是胜之不武吧。战庄主，请放心，我不会趁人之危的。阁下果然不识侠义本色。战庄主不必这么说。久闻战庄主不仅武功盖世，而且医术也独步天下。相信你一定能医好叶红影的伤，使他早日恢复记忆。天下事无绝对，老夫尽力而为了。战庄主不必这么谦虚。比武之事，今日就暂且作罢。待到他日，等叶红影恢复了记忆，我还是一定要与他分出高下。告辞。上不请教阁下尊号。小人物长空无名。长空无名。真希望颖儿能永远像现在这样无忧无虑。可是已经有人盯上折剑山庄了，难道一场浩劫真的无法避免？看样子还真得认真应对这件事了。师傅，您真的同意如期举行煮酒论剑了？树欲静而风不止。当年我年少轻狂，为了一点虚名，找江湖人争来争去。现在看明白了，想跳出这个泥潭是不可能的了。既然躲不掉，也只好硬着头皮上了。那师傅是不是还在怪徒儿冒师傅之名广发英雄帖的事？事已至此，再怪罪于你，还是改变不了什么。错已铸成，也只能寻求善后之道。如果师傅还是认为是徒儿的错，徒儿甘愿受罚。哎，算了，别说了。我待你们师兄弟情同父子，试问天下之间，有哪个做父亲的会不原谅自己的孩子所犯下的过错？多谢师傅。传话下去，从今天开始，每一个人都要勤加练剑。是，徒儿这就去。为了颖儿，我不得不重蹈覆辙，一错再错。各位师弟，5年1度的煮酒论剑就快到了，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用心，勤加练剑。是。你们去那边练，你们几个在这边练。翻身。五师弟，你没事吧？怎么样？没事。起来。孟宽，师傅。孟宽，你根基差，出道晚，应该更勤奋的练习才是。这样下去，你怎么跟得上你的师兄们？战庄主，大侠哥。战庄主，你在教大家练剑啊？你也教教英雄哥哥吧。不，你们2位带红影离开，藏剑炉不是他该来的地方。为什么呀？对啊，你不是也说他是你大徒弟吗？你光教他们，为什么不教他啊？我已经说得很清楚，赶紧带他离开，不要妨碍其他人练习。可是……哎呀，好了，老师，我们不要勉强别人了，我们赶紧走吧。
算了，不教算了，你不教我教。他们拿假剑，咱们找一真剑，找个西瓜让他砍着玩。走。师傅，弟子不明白，您为什么不肯再教大师兄剑术呢？煮酒论剑马上就要到了，大师兄一定可以帮上忙的。不，我不会再教他一招半式了。当年我把毕生绝学都传授给了他，这是我一辈子犯的最大错误。同样的错误，我不会再犯第二次。英雄哥哥，啊，你在干嘛？我在给这些树帮忙啊！你看它们都枯了，不剪不行啊！哎呀，别剪了，你是个大侠，大侠怎么能干这种活呢？我爷爷说过，一个人啊要多读书，多读书才能成为一个有用的人。我现在什么都不会，怎么样才能成为一个有用的人呢？那怎么行啊？你不成为一个有用的人，我姐姐就会看不起你，不喜欢你。你姐姐啊？我认识你姐姐啊？你当然认识了，我姐姐啊就是冬晴姑娘啊。冬晴姑娘。哎呀，别剪了，英雄哥哥，今天啊我教你唐诗宋词，走吧。我背一首呢，你就跟着背一首。明月几时有，把酒问青天。明月几时有，把酒问青天。你专心一点儿。不知天上宫阙，今夕是何年？不知天上宫阙，今夕是何年？我欲乘风归去，唯恐琼楼玉宇，高处不胜寒。寒蝉破茧。你刚才耍的那套剑招好厉害啊！厉害吗？你是不是恢复记忆了？没有啊，我还是什么都记不起来。怎么可能呢？哎，你再耍一遍刚刚那套剑招给我看看。耍？忘记了。怎么会这样呢？啊，我知道了。你一定是听我吟诗才会想起那个剑招，你等着，我这就去把整本的唐诗宋词都给你找过来，你等着。哎！老师的姐姐冬晴姑娘到底是谁呀？哎，鸟人，你真闲着你啊！哎，正好你闲着没事儿，我洗澡帮我搓泥去。哎，老大啊，我想跟你打听一个人。问谁啊？冬晴姑娘，老师她姐姐啊。你问他干什么呀？我想知道我是不是真的认识他。认识，当然认识。那你告诉我他是谁啊？他，哎，干什么啊？吓我一跳！我魏公文的媳妇儿，你嫂子。我的媳妇，我的啊，你的啊，不许跟别人说啊，你不许问别人，没公开啊，不说，连他也不许问，他也不知道啊，不知道啊，不是那个，别问那么多了，不许对他有想法，一闪念都不许啊，不会，绝对不会，好，全是你的。爹，您偏心，您真偏心。上次想把你大师兄送进官府的事，我还没有怪你，现在你又乱发脾气。我没有乱发脾气，我说您偏心，您就是偏心。住口！我对你和其他师兄弟一视同仁，虽说你是我的亲生女儿，但是我对其他师兄弟也是视如骨肉，这是偏心吗？那为什么师兄们能去送回帖，我不能去？你任性冲动，让你出去，只会给爹带回一大堆的麻烦。我是个麻烦，那大师兄呢？我看他才是个大麻烦。总有一天，我们的山庄会毁在他的手里，我恨不得一剑杀了他。我不准你这样说。
我要你记住，红影不是外人，他是你的大师兄。一个坏人比你的亲生女儿还重要吗？不用说了，这个事我心里有数。好，我不说，反正不管我说什么，您都听不进去。自从叶红影回来，您和二师兄都是这样对我，所有的人都是这样对我，我恨死叶红影了。当年我一念之差，差点毁了红影的一生。我绝不能让红影再走上那条一错再错、无法回头的不归路。岳掌门，这是家师的回帖，煮酒论剑大会上还请岳掌门多多赐教啊！少侠太客气了，战大侠武功盖世，名满江湖，谁人不知，谁人不晓。到时候还要请战大侠多多指点才是。好，待我回去之后，一定转告家师。告辞。少侠且慢。岳掌门还有事。来，少侠，再干一杯。来，干！来。好酒啊！我再给你买上。少侠，我们姐俩把你伺候的可舒服。好，我喜欢。少侠，我先行告退，我还有事。啊，你忙。来，吃菜呀。参见厉公公。公公，有什么事让下人捎个话，我过去就行了，怎么还劳您大驾亲自跑一趟？今天我来，就是想看一看，我交代的事情，你办得怎么样？公公，您听。我早就说过，只要是